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奇。咱今年应该是讲自旧年开始，一直甲大家讲这个永续的治理是这2冬会使讲为 COVID-19 以后政府甲咱学界上重要一个概念，叫做永续的治理。咧讲永续的过程当中，咱有讲到一个正重要的概念，叫做韧性 （resilience）。所以呢，这回简单来甲大家做一个报告，讲什么叫做韧性。韧性第一个是韧性这个概念什么意思？第二个是韧性这个概念会好安怎使用？第三个就是咱大家上关心的安尼韧性伫咱行政学甲政策学当中会使有啥物款的讨论？最后来做一个结论。韧性会使讲是永续治理内面正重的一个概念一般的课本应该袂写这个，因为这算讲上新的概念所以现主时你若是要了解，差不多都要看大学的这寡学校的教授研究者伊所发布的一寡文章，应该过几年但是应该袂伤久，2-3年来应该有这个策略开始，甲这个概念放入传统的行政学的课本内面。好，咱头大先先来小可讲一下这个韧性 （resilience） 伊的意思。韧性 （resilience） 伊的拉丁文我不晓念，翻译的伊的意思就是讲恢复的这个概念。什么叫做恢复呢？我举一个例，大家应该就知影就是讲这个韧性好歹，你就摕一支刀嘛。你若是甲伊拗咧，哎哟，无长，手放开了后，这个刀搁弹倒转来，变做原本的模样，咱就讲这个刀伊的韧性真好。若是你今仔日摕另外一支拗咧，我煞转去，变袂转来这个韧性就真歹。所以这是这个字上原本的意思。过去上早是伫差不多1973年的时阵，有一个生态学者，伊甲这个韧性的概念讲到伊的生态系统内面，讲这个生态系统若是会使吸收扰动，而且呢保持原本袂受到太大的影响，就亲像咱拄则迄支刀共款，你甲拗咧放开，伊个弹倒转来，这就是韧性啦。后面呢，就有人继续用这个概念来去讨论到一个系统无一定是生态系统，是任何的系统，伫受到扰动了后，伊恢复原本运作能力的速度，就叫做韧性。所以你看这概念袂歹所以包括伫这个工程学、生态学、地理学，也是这个危机管理、组织变革管理等等学科内面拢有用到咱继续来讲韧性。伫无共款的领域内面所受到的使用，甲伊的讨论的方式，第一个会使看，咱拄则讲到社会生态系统，这伫咱的行政学头大生伫整合理论时期应该嘛有讲过这个学者就认为放伫社会生态系统内面来去讨论韧性，就是人类的社会去对抗外部的冲击，包括着来自自然的环境的变化，也是经济、政治的变化的冲击，来去对抗这寡冲击就对这款的能力。所以咱讲民主的韧性，就是咱民主，你看像咱最近中国党咧参阿强偷来暗去嘛，安尼乌白母咧挑战咱台湾人嘛。安尼你讲咱的民主现主时佫受到国内这寡中国党甲国外这寡阿强伊的。会使讲来甲咱乌白母就对啦，咱若是咱的民主的韧性有够，安尼咱袂惊伊。虽然伫短时间内面咱会看到一寡风波，但是只要咱的社会有够稳定，大概过半年、1年了后，咱就会使恢复到咱原本的民主的体制来运作。但是这就靠大家来共同拍拼，或者第一个我讲较伤远第二个就是咱政策学甲行政学内面咧讲韧性，上有名就是迄 Wildavsky 有无？伫咱的预算单元也是政策单元拢有讲到一个叫做 Wildavsky， 伊伫1988年就讲韧性是政府机关用来处理不确定性甲危机，伫遮呢强调为自这个经验内面学习甲恢复的能力，这是政策学的观点。行政学者嘛是差不多啦，只是伊讲的物件呢是较大，就是咱这个行政的系统去面对冲击的能力。最后有一个较新的概念叫做进化的韧性，叫做 progressive resilience。
啥物叫做尽坏呢？就是原本句话是讲，你受到冲击了后，你恢复原本的状况的能力。即马讲啊，无一定爱恢复原本的状况哦。你像你看即个一寡日本的漫画，英雄啊，甲怪物拍倒转去了后，即个怪物佫变倒转来，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呢是怪兽啊，哇，佫进化呢，变做佫较大的。所以你看即种毋是单纯受到咱的咸仔卵超入嘛，伊甲原本的怪兽拍倒了，迄个怪兽若是变做原本的模样，咱讲袂歹，即只怪兽诶，伊的韧性袂歹。但是伊若是除了变做原本的模样，佫变做佫较大、佫较强，哎哟，咱就甲伊叫做进化韧性 （progressive resilience）。所以伊头代先伊是有自发性的家己组织的能力，就是家己佫变倒转来啊。另外一个就是无一定爱恢复到原本的状况，伊会使变做一个新的模样来去甲即个环境做一个互动，继续伫即个环境当中来去生存，这就是进化韧性。好，咱最后咧来讲到讲，拄则其实嘛有讲到，就是韧性伫行政学甲政策学内面会使安怎使用呢？第一个就是咱伫上课嘛有甲大家讲过诚侪届，叫做韧性城市甲治理啊。就讲咱今仔日城市内面啊，是一个诚特殊的所在，因为伫城市内面，伫城市内面是咱有诚关多的人口拢住伫即个细细的所在内面，所以咱即个城市咧设计伊去对抗自然灾害的思考的方向，就甲咱咧设计咱庄卡所在是无共款的。所以咱韧性城市啊，就是强调城市伫面对自然灾害、经济冲击的恢复能力。就亲像你讲，台北市即摆毋是讲我要互台北市拢我爱淹水啊，即摆是讲落雨若是落甲太大啦。台北市会使淹水，但是即个水退掉的速度，甲规个城市恢复到原本生活的速度爱诚紧，这叫做韧性的城市。就像我最近咧看新闻，咱隔壁中国因广东嘛咧落雨嘛，但是水淹起来就袂退啊，规个拢甲人冲了了啊，在地即寡居民伊的生活着。伊会使讲短时间内面有无法度恢复到原本的状况，咱就讲因的韧性诚歹。但是你看咱台北市啊、高雄啊，正淹水嘛，高雄淹3工就互人骂到要爆去啊嘛。咱现主是啊，咱每一个城市袂使讲拢袂淹水，但是重点是淹起来了后啊，退水的速度啊，甲恢复原本的速度啊，爱诚紧。这是一个叫做韧性城市。咱佫讲到电子的治理啊，这最近诚实行嘛，包括着啥物 AI 等等的物件。嘛有一个概念叫做所谓的韧性。这是啥物物件呢？所谓的韧性就是咧讲啊，你爱确保讲你的所谓的设施甲使用会使稳定，甲有伊的安全性。所以第一个，你莫讲啊，我这个网站创的煞歹去，亲像有人咧拍这个公文的系统嘛，即马拢用电子公文啊。我2-3工电子公文的系统就歹去，这就是韧性无够。第二个就是讲啦，今仔日跳电，但是我佫有这个发电机等等的。总是啊，台电佫出啥物状况煞停电，但是我也是有法度去保证我的系统会使去安全的、甲稳定的使用。第二个，咱是安全性，就是讲我莫互我的资料煞拢漏出去，互人知影。所以除了你爱稳定，无三不五时就歹去。第二个就是你放伫你云端，也是你电脑内面的资料，伊系统爱确定你的安全性。所以呢，咱会看到讲，咱政府啊，所谓发展部啊，伊嘛有一个专门的部门伫咧处理韧性建设的即个物件，包括着咱的网络爱互通、爱互顺、爱互普遍。伫正咧使用过程当中，爱去防止内面的资料互人偷去等等的物件。过来咧就是咱的财政甲经济韧性，这是咧讲政府的财政伫拄着危机的时阵，会使保持的运作甲服务的能力。咱看到诚侪失败也是较歹的国家，因就是安怎咧？今仔日因的经济受到冲击了后，因政府煞无法度去处理互即个金融的危机拍一个煞爬袂起来。然后咧，就是咱因的社会就发生诚侪即个暴力的动乱嘛，等等的物件，所以这就叫做财政的韧性。咱国家伫面对着经济甲财政
状况的时阵，有法度经过去无？有法度伫危机结束了后，搁恢复到原本的状况？你就亲像咱疫情的时阵嘛，因中国就用诚侪奇奇怪怪的政策啊，拢甲伊封起来。啊，即马人就讲，COVID 已经结束啊，但是中国的经济抑阁无法度恢复，这就是因个韧性较歹啊。但是即马台湾字阁用较歹啊，所以咱讲台湾啊，伫 COVID 的危机结束了后，即马经济愈行愈好啊，大家拢股票升甲要并过安尼哦。所以咱台湾现主是会使讲财政甲经济整体来讲呢。你看伫蔡文8年，尤其是伊第2任内面去拄着即个遮大的国际的危机，各国的财政状况啊，拢无讲介好啊。但是啊，咱自回头来看，至少啊，现主是咱台湾的经济已经恢复了。而且咧，大家嘛是应该嘛是有信心咧，就是讲咱的经济韧性会算讲袂歹。最后一个就是社会韧性啊，就是讲这个社会群体伫面对着灾害，也是经济困境等等的外部的冲击的时阵，伊的适应的能力，就亲像咱讲，咱社会有当时发生真惊人的代志嘛，包括着有人咧杀人啊，伫节温顶悬安怎个安怎暴力的事件啦，是讲过去有咧发生大的地动，就讲这个社会一定会有即寡天灾也是人的问题发生。但这个社会自这个问题发生，甲恢复到原本的生活，迄个时间愈短，咱就讲伊的韧性是愈好的。好啦，总讲一句啦，咱拄则有推着的概念，包括着韧性、城市所谓的韧性、财政甲经济韧性、甲社会韧性，这是咱伫行政学甲政策学内面啊，应该有机会去考着的物件。咱最后做一个结论啊，韧性伊其实也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伫遮咧已经啊，伫行政学甲政策学当中啊，出现着伊重要的价值。即马现主时啊，有诚侪学者咧研究，所以啊，透过了解甲使用即个韧性，毋单单是学者咧发展理论，咱实际上政府内面啊，嘛诚重视即个概念，要为咱的软体甲建设的部分啊，来去增加咱的规个台湾的韧性就对啊。好，所以政府甲社会会使用无共款的方式来去对抗不确定性甲危机，去维持咱规个国家政府甲社会稳定。有稳定的社会、稳定的政府，咱才会使去追求继续的发展。随着技术甲社会变迁啊，其实韧性的概念应该啊是即几年啊会继续的，互大家啊做讨论。嘛有搁较侪机会啊，会使去发展甲变出无共款的模样，所以即个韧性的概念，应该即2-3年内面啊，第一个是伊用会使讲足实行就对啦，真流行；第二个就是伊搁会变出新的模样，所以请大家基本的爱了解啊，过来咧就是随着咱的课啊，还是咱的新的论文有发表啦，我有看到，我就甲大家做一个补充。安尼应该是就无啥物款的困难咯。这毋单单是讲，我咧做公务人员，我咧知影这韧性要创啥。真重要，你做公务人员咧，第一档爱回报呢，对无？啊，若是讲我无爱做公务人员啊，我要来去私部门，我要家己创业。你家己创业，你的公司敢有韧性啦？今仔日个啥物款的经济危机爆发，你的公司敢会使经落？还是讲我爱做头家，我去别人的公司？即马大公司就亲像即个 TSMC 甲即 NVIDIA 等等啊，哇，伊嘛是诚强调因的公司的韧性，所以你毋知影这啊，你去私部门啊，人咧讲啥你嘛毋知咯。好啦，所以正即个现主是咱讲地理啊，是电子啊 ，AI 啊，人工的智慧啊，还是韧性，拢是诚重要。毋管你是伫政府还是伫民间啊，拢应该爱去了解，作为一个现代人所应该把握的。好啦，即回就甲大家简单报告甲整理到遮，咱等看卖今年考即个概念无。最后就祝大家若是要准备考试的，会使准备顺利。其他的同学就是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学甲平安大赚钱啦。后一回再继续甲大家分享其他行政学甲政策重要概念咯。